Thank you。再請茶。三請茶。洗白好嘢，不過而家唔興呢下咯。係咩？哦，請茶。聽講你喺英國讀心理學嘅係嘛？乜嘢叫做心理學啊？伸出雙手，哦，伸出呢啲。通常我哋打飛機 ，excuse me， 正確嚟講應該係自瀆。自瀆得多嘅時候，手心會發黑嘅喎，你知嘛？西伯，令公子係用右手自瀆嘅。And this is 心理學。應風頭，咁都俾人玩到，好笑啊！唉，西伯，頭先你兩隻手一齊縮嚟睇咧，就即係代表你平時都用兩隻手一齊嚟到。得，爸爸，其實我唔係咁樣㗎，我係同你一樣用。你講咩啊？坐遠啲，坐遠啲啊！